這個布比想象的还是压滅了。沒壓滅，點這邊，這個布比想象的還是要難點一些。那點着了，之前那個地方好像着了，小熊，我觉得你可以上来了。小熊，你要上来了。哎呀，這邊好像不太那個啥，那個棍兒呢？把棍兒給我。好了，燒着了。哇，好大呀！哇，这个火苗，你看这个火苗，它烤的这个壁上，它这个两壁是烧的是最先着的。那么这个侧板，你看现在已经烧着了。它今天晚上这个风向啊，跟这个还有关系蛮密切。哇，这个热量，这个热量可以。这把火在李海超的脑海里已经烧了很久，但当它真正被点燃的时候，李海超感受到了超乎想象的冲击。哎呀，所以跟我们预想的还是差异很大的。还能看到朱砂啊？你在哪能看到朱砂？还能看到朱砂。你在内壁，你看还能看到朱砂不？燃烧的非常厉害的这种程度的话，我估計朱砂應該已經保留不下來了，看不到了。還有就是當時挖這個坑的時候，包括木箱子擺的這個方向，它會不會考慮到這個風的這個問題？這些個因素，光靠想象完全是想象不出來的。就是很多意想不到的這樣的一些現象，現在今天都可以觀察得到，我覺得啟發還是蠻大的。這次焚燒實驗讓李海超發現，木箱從內部燃燒達到完全碳化是一件很難的事情，也帶給他一個全新的猜想：6號坑的這個木箱在當時或許並沒有充分燃燒，這既符合木箱存有完整輪廓的事實，也可以解釋箱子的底部為何還有朱砂的局部殘留。所以這種實驗考古的方法，我覺得確實是沒辦法去替代的，是我們尤其接下來去做三星堆的考古，必須要去大量的去做的。我覺得這個實驗還是蠻成功的。因為三星堆我們面臨的問題，更多的是關於人的一些行為的一些問題，這些要知道的話，就只有通過實驗考古的這個方式，一遍一遍的去嘗試，每次都離真相近一點，再近一點點，再近一點點，到最後我們就可以一點點的去無限的去復原當時人的一個行為了。坑底的火焰肆意跳躍着，讓李海超短暫地瞥見了3000多年前的景象。也許那個時候，就是在一片灼灼火光中，祭司喊出了通達天地的咒語。